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个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杯，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为什么来想着要写这呢？吼，因为咱常常咧问讲，这个宇宙是安怎发生的？啊，这是自古以来咱人在咧问的问题啦。是安怎这个世界咱看到的物件啊？这个星啦、空间啦、时间，这是安怎来的？啊，当然真侪理论啊，话讲是上帝创造啊，话种种就对啦。啊，这嘛是宗教由来的一个真大的理由啦。咱人想要解释这个问题迄捷运的电车拄则咿驶离车站，月台迄头剩伊一个人，其实无看到伊的面，因为伊头刺。顾赶涂骹，介成咧找啥物？毋过，迄健美的形体，哪去笑甲我吸咧？我变做一尾鸭仔，互大蕊香味的牡丹声活去。电车又搁入站来，伊跳上车，车门就关起来。这时，伊才举头起来。拄好有影到伊的面，我无张持，硬甲伊握手，伊嘛甲我握，徛伫车门内底，长长的头鬃仔尾绑一条红拍拍的渔网。迄车咿搁起行，月台剩我一人，我头刺。学伊涂骹吹，正是伫粪扫桶遐有一粒金金，我假无伊腹下大，举落去甲耳钩扣起来，阁有挂一粒细粒珍珠。过长一早起，伊又搁伫遐，穿一领水红的低黄衫，白色半通光的百褶裙，对伊客上车，为树林站到双连，伊拢无回头过来。大概底毋知，对伊落车，伊关脚起哭直直行，明明是咧赶时间。街仔路3挖4挖，挖入去一间店内。店门一支铁门，空板有5个红字，因那委托行。伊徛伫柜台后面叫：“欢迎光临。”甲我行礼，摕写字出来互我看，讲。今仔日一轮拍5折，我无注意咧听，敢若看伊现光的肩胛甲手骨，迄
迄皮肤光鲜佮幼咪咪，若通光的肥仔，徛我去，身躯佮有牡丹的香味。真正好啦，要买是煞紧一条内裤带无啊？好啊，互你拣就好。安尼，这条好无？好啦，我凊彩拣一领靴子，甲一条拍火的内裤带。拢总1850箍。伊最后笑一个，我耳到袂记即行医，就精神起来啊。这时，一只额头起来，拄好有影到伊的面，有影到伊的面，还是有影到嘛会使吼。这是一只额头，额变额头。这个影吼，会用误会，就是讲电影的影，有影到伊的面，较好的写法。我影到啊！这本册就我影一个，这个影是看的意思这个影佫毋是真足看，佫向安尼看者尔，紧紧看者，迄做影着所以影我是用英国的英伫倒边，正边是用见面的见，这个英有影的音大概看一下，叫做影我影看觅头。气气头淡水，气气是人无意，在头淡加落来。淡头等到是你讲招呼，即款嘛做淡头。就是讲那头气气，我拄条讲无意。伊家己感觉无啥对，要共回实的无意就头气气。这篇内纸大出来时阵呢，一开始描写着讲，即个男主角拄着一个美女，即个情景。尾咱才知影讲原来这是一场梦。毋过，煞来发现着讲，这虽然只是伊做梦尔，但是伊煞伫即个现实当中拄着即个姑娘安尼。我感觉着讲，单位这作家伊足爱写即款，就是讲有淡薄离奇、淡薄拄抢的即款代志。伫即篇内底咧，伊写着即种爱情故事，其他诶小说咱嘛看会到，像《悲青》即篇内底嘛有讲到即款诶爱情。伫即篇内底咧，咱开始想讲，即款诶爱情到底是拄好诶，还是讲咱人拄好拄抢迄个拄着诶？普通时真少做梦，连续2工做即个梦。佮头仔尾，逐项记甲遮详细，也是真古怪。拍电话去查，真是有一间因那委托行。一日，专工为树林坐阮去双园，对梦林的路3月4月，找到迄间店，看板写红字，铁门已经拍开啊！我入去店内，柜台后面一个查某囡仔咧叫：“欢迎光临。”甲我惊咧，甲看细汉电球头章，佫毋是盲人迄个。先生，今仔日一律拍5折。伊摕写字互我看，我问伊讲：“恁店里敢还有另外一个小姐？”伊摇头，间声无啥欢喜我的问题。头章老长长，绑一个红梨网的迄个。丽辉哦。伊佫摇头，讲：“前几工拄则洗头路，无大。”无大哦。我凊彩拣一条内裤带。我要买即条。好。你敢知影伊煞去倒位？伊点点大概对我生分无信心，知影嘛毋甲我讲。我摇是安尼生。以后无阁做即个梦。最后这学期，教阮天文地理的是一个少年姓范的教授，听讲是美国普林斯顿拄则转来，伊上爱讲即个论理。根据量子力学的理论，宇宙是多数的，毋是单一的。伫遐个算袂了的多数的宇宙中间，有可能有一个宇宙甲咱即个共款，互相交流，
上有诶机会会使讲是0。就伫黑板顶悬写一大堆公式数字，证明互阮看。我感觉这个理论是纯数学演算的结果。若要算作是创造者互咱的一个基本现实，实在是三无鸟仔门，较想都想无啦。我感觉这个理论是纯数学演算的结果。若要算作是创造者互咱的一个基本现实，实在是三无鸟仔门，较想都想无啦。三无鸟仔门，三无鸟仔门，到尾啊，全变做三无鸟仔门。咱知影迄个鱼温啊，拢有鸟啊，果子园啊、蹄啊，嘛是拢有鸟啊。啊，为像讲多果子多熟的时，啊是鱼啊多会当掠的时，拢爱去顾，啊，就爱去带鸟啊。啊，迄种暗时去的嘛，啊，暗时去的时候，暗面蒙，鸟啊，足简单的，大概啊尔，啊，你门到底伫对一搭，煞看无，所以这个演变吼，咱嘛爱考虑啦，吼。啊，但是你会使讲鸟啊门，但是三无鸟啊门，鸟啊门吼，较袂当理解啦吼。像讲有人讲会使较济鸟啊门，嘛是会使啊，这就会使啊，这就济的意思啊。所以我讲正讲的鸟啊门是真济真高吼，啊会使较济鸟啊门，这是对。啊，若三无鸟仔门，这就要鸟啊。照我所知啦，最新的这个科学上的理论是安尼啦，吼。啊，这个理论毋是完全无根据，吼。啊，但是也当然毋是100%已经证明，吼。但是有相当底底的这个基础就对啦，吼。这叫做量子天文学，吼 ，quantum mechanics astronomy 哈，这就是根据物理学的这个上界现代的知识甲理论哈，因认为讲吼，伫这个太空上界空的所在，毋是空啦，无迄个绝对空的所在，这个无永远有一寡物件伫遐，就是讲伫迄个所在无变做有，有变做无停的变化。毕业了，互人派去高雄大公山基地做炮兵，因为阮读物理的，较会晓算炮弹发射的导线。迄个礼拜日，部队放假，我坐一只野鸡仔车，转去台南阮兜。拄则上公路无偌远，野鸡仔碰车，车轮放去。阮将错一句，我咧伫公路边就停落来。迄站咱南部奶子当咧大出，路边树仔骹一担卖奶子的，插一支牌仔，现卖奶子一斤12块。阿婆仔看有人停车，就喊：买奶子来，现卖呢，无甜免钱啊！甲看，人仔底剩2百，佮一大堆腊米仔，甲阿婆共款大步。啊，剩遮会会底哦。阿婆配一喙槟榔，大声应讲：哎，内面也足济咧啦，遮家己的，啊，互你买袂了咧啦。随着手机仔摕出来看，喂，玲啊，啊你毋叫恁阿姊迄人奶子较紧升车来。都椅头仔叫我坐，遐坐啦，佮压一位奶子互我，讲试看卖，连咪来啦。我歹势走，看运将跍伫涂骹，车轮也未换好，树仔骹坐倒来懵等。即篇内底伊佫有讲到一个足趣味的代志，就是咱咧买奶子也是白奶子的时阵呢，咱大部分拢是规堆扣做伙。但是不时嘛是会落一寡，就是1粒2粒，这落落来，所以咱甲这奶子号做落米啊。
这腊米仔咧无互白做规捆诶，毋过食落嘛是袂歹食。啊，伊特别写到这腊米仔，我家己会感觉，我会解读就是讲，咱诶人生也是讲，伊即种诶离奇也好，也是即篇内底诶一寡拄枪也好，嘛是含这腊米仔共款，就是讲，咱毋是互安排好势，就是拄啊好安尼落落来即寡代志，含即篇诶小说内底主要诶内容嘛有淡薄仔关系。所以我感觉着讲，即篇小说伊互咱会开始思考讲，咱人生内底确实一寡代志是无定着诶，就是无法度去全部完全把握，有时阵会有一寡即个呛死，也是讲一寡意料之外诶代志。但是除了即寡代志了，咱嘛是会有一寡会当家己会当把握诶。啊，人生诶趣味就是有诶会当把握，有诶袂当把握，两项物件甲结合做伙，也是讲咱人生安尼发展落去，就会发展着一寡咱想袂到诶所在去。我感觉即篇你写即个爱情小说，单类就是即个所在写了，互人感觉讲会当真大心安尼。无一望领，阿婆话讲：来啊来啊！正是一只细只红拖拉裤，为公路迄头撞来，忽一个停落来伫树仔骹。赛车佫是一个查某囡仔，戴过咧，包面巾，戴手袖，佫弄手笼，包甲一大堆密密。伊对拖拉裤后面拎一人大大人的奶子落来，人仔拍开就问：买几斤？注意甲看，迄面仔拍起的红牡丹，红花红花，太面色面色。奶子凊好，我摕钱互走，伊回头叫：母啊，你1000个有通走无？阿婆摕钱来走，吩咐讲：你先转去甲玲仔斗骹手啦。这时，伊甲我笑一个，回头就行。我看伊去，迄健美的形体，哪去招甲我吸咧？我头壳内哪干落细玲珑，赶紧直直想，伫倒位捌遇过？雄雄才想起以前迄个古怪的梦，有一个头鬃仔尾绑红泥网的查某囡仔，赶紧约我去问伊：你敢是捌伫台北的委托行做过？伊停骹倒来，目睭正大蕊甲我嗔，雄雄过咧提掉，迄头害一个，规头壳乌闪闪的头毛落落来到肩胛头，头鬃仔尾绑一条红拍拍的泥网，我惊一条，喊一声：丽辉！伊改声也无意外，是你哦，穿这平仔衫，拢袂认真。雄雄伸手甲我肩胛脏咧，你是安怎？无拿钱就走？无拿钱，我拄则1000块互你走啊！拢总1850块。啊，毋是一斤12块。伊摇头讲：迄写字甲内骨带的钱，伫台北迄间委托行。我一身躯肉片片喘。伊是啥？伊他会知影迄写字甲内骨带偌济钱？他会知影我盲人的代志？伊害我互头家娘死头路。伊规个仔伫起哩，哪讲哪发车。迄只旧旧的尼桑拖拉库，扫骨落声，呛一蒙烟野，就爬上公路去啊！喂，少年诶，好行啊！阮将车辆换好势啊，坐伫车内甲我休。我惊我去车边，吟一笔车钱互伊。你先去，我到遮就好。啊，台南毋去啊？毋去啊，我遮有代志。愈食上公路无偌远，野鸡啊碰车，车链碰库，野鸡啊车，野鸡啊就是野鸡啊车的简单的讲法。当然野鸡啊车，咱毋知捌看过野鸡啊无？
伫我咧爬山诶时，捌看过山顶诶野鸡啊。迄款诶野鸡啊，伊就是真够壮，真有活力啦吼，真活动。野鸡车就是讲无合法诶经营诶车，也是讲无合法诶载客客运车啊，价停啊，嘛人讲客停啊，其实是计算诶价。蹦车，车链蹦去，车链蹦去，讲做蹦车，毋是车去工小蹦。车链别开，胖裤，这个词是对日语来，胖裤。另外一种讲法叫别链，车链蹦去，还是别链。野鸡车蹦车，车链胖裤。台湾话会引申。会生炭，蹦车就是车链破空，惯风的车链破空去，全咧无风袂行，链若无风吼，伊就袂行，所以蹦车就是车袂行的意思，车链胖去就是车链袂转的意思，车链若袂转就袂行，这个单位真够引申。会甲即个蹦车甲胖裤，即个车链破风袂行，甲车链袂转袂行，迄意思呢？伊诶意思就本来会做工课，变做袂做工课，怎咧引申来做咱生活中其他诶机会诶讲法。可比讲人破病讲都蹦车啦，都胖裤啦，袂行啦，吊车啦。这拢是人破病的时阵另外的代名词破病毋讲蹦车啦吊车啦胖裤啦除了人的身躯以外呢，嘛抑阁用伫代志呢进行的中间拄着困难还是障碍，嘛讲蹦车啦胖裤啦代志这进行袂顺利，讲。胖裤吊车，这拢总是可比讲记者咧讲，迄个生意做了后哪摊起来袂？好讲半中途蹦车啦、胖裤啦、吊车啦，这拢是咧讲工课做了进行袂顺遂的意思。所以这个蹦车、胖裤、吊车，这个同款同义词，古早真接听到，但是今就较少听人讲所以今年奶子大出的时阵，我专工找这副有挂珍珠的鱼钩送伊，心内不时感谢这两档含伊做伙的祝福。甲伊挂鱼钩的时，伊细声问：你敢会记得咱第一回伫遐相遇？太袂记得。伫公路边树仔骹，甲你买奶子，一斤12箍，离大公山，搁出来遐。伊摇头讲：搁较迄个之前上届第一摆。我点点无应，伊身躯提我来，耳钩叮动海，目睭正大蕊夹我的目。你真是袂记得？我摇头。伫树林捷运迄个车站。我伫月台遐咧找鱼钩。迄回我第一摆梦到你，你哪会知影？你敢会伫你的梦里也做甲我同款的梦？拢总2摆，这是啥款的缘分呢？我知影伊会讲，这是命运注定的。毋过命运是啥货？或者是像大学上尾年？迄个美国普林斯顿转来的教授讲的，事实有过来的宇宙，伫遮个满亿万算袂了的宇宙当中，有另外一个甲咱即个宇宙共款。是毋是虽然因离开真远，嘛有时原来会相遇，时空交流，互咱经验到，袂输亲像咧做同一个梦。伊身躯提我来。耳钩叮动海，目睭接到蕊夹我的目，
咬目，咱知影迄个食果子若伤青，也是食蚵仔无熟会咬喙，啊，往来食伤济嘛会咬喙，啊，即个咬目，咱知影咬喙就是会插啊，吼，啊，所以咬目就会插目，哦，即日头正硬会咬目，啊，光线日头真炎，啊，会互目睭安尼花，安尼嘛算咬目。所以咱台湾人讲咬吼，最好用诶。你啊，讲讲咬，咱讲一点钟。所有诶物理诶现象，拢是根据即个彭都强诶即个上基本诶量子力学诶即个规则来出来。所以到某种一个时阵，某一个度合，即个有无变做真大诶时阵，就爆一个宇宙出来。即咱外行人真歹理解，但是伊咧数学啥货拢有真好数学会当算出来。安怎蹦出来？啊，蹦出来了后，伊即个头啊，即个10至35秒以内，即个真短诶瞬间，伊诶变化安怎拢算会出来。即摆物理学会当做到迄个程度，所以是真基础诶知识就对了。啊，根据即个，所以咱诶宇宙是按所讲诶无变做有出来。啊，因咧讲诶即个多元宇宙，就是即款现象。哦，你卜一个第一个宇宙出来了，第二个会阁卜出来，第三个一直卜出来。啊，但是每一个新诶宇宙，伊诶物理诶原则会小可无相。啊，因为伊物理诶原则会小可无相，所以伊即个规个宇宙内面所发展诶故事也会无相。讲一粒量子伫迄个无诶所在会向布一粒光子出来，即个波动咱叫做光诶粒会布出来。啊，随时即个粒就搁变无去，所以有无，中间一直跳，这才是正讲诶无诶所在啊。啊，根据即个理论吼，即个有无吼，变做讲真彭都强诶代志。啊，即个宇宙按小小一粒量子迄个大小变做规个宇宙。啊，即个经过无停，因为你卜一个宇宙了后，毋知经过偌久，搁卜一个出来。亲像咱一桶水咧滚诶时阵，才卜一粒出来，啊过来才另外搁卜一粒出来。即你袂当预测，但是伊会继续，你若一直甲互伊安尼伫遐，伊会一直卜出来。我家己诶感觉是讲，像讲即种做梦两个人做共一个梦种代志，确实是科学即摆无法度解释。毋过这咱嘛咧读诶时阵嘛爱知影讲，这是一篇小说，所以即款诶小说到底伊讲诶是真抑是假，咱嘛毋知影。但是我感觉伊反映诶就是讲咱人生诶一种感觉，咱咧做人，也是讲咱诶人生内底确实嘛是有诶时阵一寡代志，咱想起来感觉讲，确实是无法度解释。像即种物件，我感觉虽然讲科学无法度完全甲互了解到清楚，但是伊确实嘛是会发生。所以我感觉即种物件虽然算做是讲咱即摆抑阁无了解，但是我是感觉讲咱了解代志确实嘛阁真少，有一寡代志可能以后诶人才会知。你是在搞面皮？伊念我诶面皮，安怎搞面皮？真是迄两人代志拢总白，害我一粒地仔钱开甲大大。我nhìn伊诶双手烧烘烘，无安尼，你哪会阁转来？伊嘛nhìn我诶双手烧烘烘。害阿母手机啊，直直卡，讲迄个阿兵哥来煮食了好食，要总买，叫我赶紧阁买2人去。我伫遐等你等2点钟。我慢来日慢甲手破皮。我食奶子食到腹肚痛。我甲伊身躯摸咧，两人摕伫高干乌的火线石，看热人的恒春，甲恒春尾的大海，海水金远远，溢来溢去，念伊青色
念伊绿色，念伊蓝色，念伊紫色，一影一影，过了10000年啊，拢是安尼。像伊遐尼美丽活力，我是上界得幸福的人。这时海风一阵头，海鸟对风唱悬起哩，实体开伫头壳顶咿呀叫。后来我来伫耳仔边，微微啊笑，讲：我昨暝做一个梦。所以，这个两个无共的宇宙消息会当相通袂？理论上是完全袂当。因为无共的宇宙、无共的规则。但是咧，有一种情形就讲，碰拄签这两个宇宙会去相碰到的时阵，这个小说就是讲，假使有这个例外会发生什么代志，对咱人日常生活故事内面的这个查甫囡仔甲查某囡仔会发生什么款的深刻的代志，伫来子大出的时阵，伊的前后，因会经验到什么款的经验，所以这是真复杂的这个背景就对了。用这个真无顺序的时间过程来写这个故事就对了。所以你咧读的时阵，小可较困难了解，一节，你爱读到上尾才小可知影讲，来自大出来时，这个阿丽甲迄个做兵啊，迄个少年人是安怎来有出现这个真奇怪的代志？去过恒春，你就知恒春作水的。你看描写爱人啊恋爱，佮甲迄个景色写甲迄落好。这段你若读煞相信众人会参考共款啊。赶紧安排去恒春海墘旅行啊！所以讲，这篇乃子大出的时阵大家去买一本这单类的这短篇小说集甲掀开这乃子大出的时阵，乌咖啡甲泡的，慢慢读你莫读伤紧。阮了甲读2摆，定着淡出好滋味啊！暖暖咱们客，咱的故事看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短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节目说入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乃子大出的时阵，读者感想：古世人，这是一篇真温暖的文章。作者利用作家的特权来写心中美丽的想象，成做真实的代志。伊梦到伫台北上班的水姑娘，超越时空出现咧南部路边卖乃子，互伊拄着，尾仔成做男女朋友。咱拢的面梦嘛定有醒来，感觉足无彩的，哪会是梦尔？若是真正发生，毋知有偌欢喜咧。作家有一个无限制的空间，会使去想象、去描写，甲心中的梦想变做真实的，互家己欢喜，嘛互读者快乐。即嘛知啊，若要甲梦变做真实的人生，上紧的一条路就是甲先的学写作。功夫若有在手，要甲梦变做真的，就毋是咧眠梦咯。当然，要真正做先的学生无简单。咱会使家己先甲先诶的册拢摕来读，加读几摆，会当算入门咯。
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昨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